全人全心的交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全然属你。谢谢神，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谢谢神，你赏赐那白白的恩典，在每一个寻求你的弟兄姐妹身上，甚至是不认识你的人。谢谢神，我们将这样的恩典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与你相遇。各位富强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在今天可以一起集聚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请问第一次来到富强教会的新朋友，请举起你的手，让我们可以看见你们。好，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请放下。我们热情的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相信耶稣是真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吗？相信的请大声说相信。相信。你们相信耶稣，他降世在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复活，战胜死亡吗？相信的请大声说相信。相信。你们相信耶稣是死亡的征服者，是全人类的救赎，是一切生命问题的解答吗？相信。相信的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信心，用我们的行动，让我们的声音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用信心坚定来唱。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是神。
神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让我们用信心的来得胜的宣告。信心，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从头宣告信心。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
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再一次，你已挪去，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赞美在天上的父，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能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许多的枷锁跟捆绑，但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得救的人。感谢主，我们互祥教会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一起在互祥教会成为你的儿女，一起敬拜，一起感恩，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一起传福音，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愿神今天我们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也透过罗志明弟兄给我们的见证，我们更加刚强壮胆，更加愿意为主来摆上，愿意为主来传福音，能够一生走在恩典的道路。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接着我们一起来恭颂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有2个段落，第一个是诗篇第5章12节，以及27篇第1节。第二段落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第9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哥林多后书，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你的软弱，好叫你基督的力量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我们圣经的经节读到这边，接着是用献诗鹰展小组来为我们献诗永远的依靠。随后我们请罗志明弟兄来为我们讲道，他今天讲道的主题是奇遇恩典，奇遇恩典。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鹰展小组美好的诗歌《永远的依靠》。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哦，大家期待哈。我们今天呢，特别的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的第一棒哈，就是我们第一堂哈就是第一场，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罗志明弟兄来做见证哈。那他不止非常的谦虚而且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不只是他来今天他还带了一团这个支援团，也是我们的团队的福音那我们要先来欢迎他们我们先来欢迎讲员，来拍手欢迎罗志明弟兄。来刚刚第一堂快结束的时候，他师母跟他的公子儿子来了，来我们欢迎他们2位他们来从台北赶下来的再来就是他们整个叫做恩典小组，这个真爱教会恩典小组，他们有10几个成员刚刚又多加了好几位，我们都请他们站起来，再一次热情欢迎他们，好不好？欢迎他们。他们很看重这个见证，我觉得心中很感动。
因为我们的罗教授他认为这个见证不只是口头的分享，是一个生命的交流啊，所以把我们互相教会邀请看着非常的重要，在2、3个月前就开始联络哈，而且他们今天整个团队，他不在自己的教会做礼拜，来到我们这边来，等一下他们还要献这个主题的诗歌来做一个回应。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我们在幸福小组8周已经完成了，我们很多位我们的best 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的幸福小组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 也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可以吗？有 best 的来，不要客气，来有没有？那不要客气哦，上面也有，好，这边来站起来，不要客气，很客气哈，欢迎你，好，请坐。那时间很宝贵，刚刚第1堂时间都不够用了哈。不过第2堂我们除了肚子饿一点，应该没关系，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罗董他能够好好的把他的故事完整的来分享哈。那我在20年前就认识我们的罗弟兄，他其实当时是立委在高雄的时候知道他就是当时在整个社会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民意代表如果从他的经历来讲，当过教授，当过董事长，当过民意代表，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人的标准来看是非常的顺遂。不过为什么他会来信耶稣？他很早就接触了教会，但是直到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好像就从天堂掉到地狱，或是从云端掉到深谷。他那个时候神亲自的感动了他。他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第1堂大家欲罢不能了哈。那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罗志明弟兄。我们是想说，他那么多的经历，我们就用弟兄来教会里面是最亲切的。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罗志明弟兄，谢谢，欢迎你来。感谢我们夏牧师，感谢谢牧师，感谢所有的执事跟长老，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给自己一个平安喜乐的鼓掌，好不好？上帝的引领，圣灵的充满，夏牧师的介绍，让我从高雄的真爱教会，我们那边也在做礼拜，我从来没有缺席过。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我也怀着做礼拜的心情，来跟各位做个见证分享。那当然，我到去年2023年7月16号才信主，才受洗。这整整的我走了20年。这20年实在，我经历了20年，才真的顺我们的主，才知道主的伟大，才知道主的救恩，才知道主一直在我身边。阿们。我民国74年5月11号，我跟我内人敏慧姐妹，我们是活化婚礼，在佛光山的普贤寺，由星云大师来做见证，来做那个证婚啊。这个，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佛教徒。我爸爸往生过世，我妈妈往生过世，我都到这个佛光山做7七49天，那个读这个佛经，然后清口，不吃荤，连我出国也一样，看着牛排流口水，但是呢，我说不行啊，
所以呢，最喜欢的牛排我也没有吃。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徒，佛光山的信徒。我因为在国立应用科技大学当课外活动主任的时候，我带学生寒暑假都到佛光山做这个训练营，训练营。然后呢，在那边呢，他们读经，所以我跟佛光山的结缘，跟星云法师的结缘是非常非常的深。好，那我爸爸妈妈都放在佛光山的这个宝塔，一年大概4次，我要到佛光山去祭拜他。所以我从头到尾都认为我比较是像一个佛教徒。但是呢，民国83年，我本来在当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机械系主任，那结果呢，因缘际会被抓出来选议员。从那天起，当了市议员，当了2届的立法委员。我有时候礼拜天，我的选区是在小港海边人家打电话来说要叫我去拿那个台湾话讲叫领巾可能听人朋友听不太懂，就一个旗子，然后写他们亡者的生命什么，然后那个道士叫我往东我就往东，往西往西，往南往北，叫我跪我就跪，叫我哭我哭不出来，又不是我爸爸妈妈。所以我就活在这样的生活，然后做点珠官、点指官什么一点天灵灵说我点我天还会灵灵的对不对？我点人等他会重生那好伟大。但是这个都是人家这样念。7月份为了选票，农历7月鬼门关这里拜那里拜，那个庙宇拜，这个庙宇拜。我那时候觉得我到底信什么教，我非常的模糊。你想看看，我有很多的机会，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我遇见了主，主在我身边，主一直敲我的头，但是我都没有警醒。我不晓得有一个伟大的神，在10几年、20年前就跟我招呼我丈母娘2003年4月12号，在高雄的武昌教会受洗，是一个长老教会。他很疼我，他每天有没有的就叫我传福音，叫我载他去武昌教会，问我说：“志明你要入来无？”我讲：“妈妈，我还有代志。你来这个代志，都有做你的代志然后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历经了乳癌吃这个排斥的药，吃了很久以后，他有一天呼吸非常困难，送到医院，心脏科的医师说他心脏衰竭，如同判了他死刑一样。但是他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姐妹不断的为他来祷告，武昌教会的牧师不断的为他来祷告。突然，我跟我那人讲，我认识那个台北振兴医院的这个院长，我就说：“妈妈，我带你到振兴医院。”你知道吗？他进去3天可能我太太的祷告，一些姐妹的祷告，不是祷告他车祸，是有一个年轻人真的车祸了，被撞，结果呢，
28岁的样子，一个血淋淋的心脏端进来振兴教会。然后呢，马上帮他做了这个手术，结果呢，都匹配得很好。他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心脏，每天跟着教会蹦蹦跳跳，公园蹦蹦跳跳。他也活到了88岁，他靠主得胜，对不对？他的生命充满着耶稣，结果呢，我看到了生命的见证，我还是没有悔改，我还是觉得说，基督徒比较少，可能选票比较少，这个道教啦、佛教比较多。我目睭哪像迄个你要目糊咧，我好像瞎了一样。这么好的见证，我居然错过了。我岳母在德生教会做往生礼拜，我是我们家做民意代表的，我要上到主礼台做他的生平介绍。我第一个走上这个施恩宝座的主礼台，我觉得有点发抖啊，因为我不信靠主，所以有点喘啊。你看那么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站到上面来，那我跟牧师谈要怎么帮我岳母讲话，说什么你的路已经跑尽，你的什么跑尽啊？他主要带你到迦南美地，那里有牛奶啊，什么啊之地。我很勉强的凑出几句这个耶稣的话，知道吗？啊，蒙蒙爸爸，结果呢，我又错过了那么感动的时刻，我又没有信靠主。结果呢，我的岳父说他是无神论也好，说他是比较相信慈济也好，他跟他们的子女说：“我哪死呀？我死了以后，你们把我烧一烧，用船把我的骨灰到海边撒一撒。”他是这样啊，这样的人啊。结果呢，他也有一天住进了医院。在临终前，可能我太太还有我那个他太太大姐，他们不断的跟他做这个祷告。后来呢，他心软了，有牧师呢到医院他的面前，帮他受洗。受洗以后，我看他有点面带笑容，流下眼泪，真的靠主悔改了。阿们。结果他往生了以后，又要又做那个往生礼拜，完了以后，因为我丈母娘先走，丈人后走，结果到了全安泰的基督教牧园，在那边要做基督化的合葬婚礼啊，丧礼啊。我第一届拄到这感动的代志，两个翁仔某一个信基督教，较早一个什么无啥教，对不？两个教会啊，拢困伫基督教的梦园内底，所以他们变成在主的四福里面，他们得到了永生，得到了喜乐，得到在一起在续缘。你说这有没有？阿们啊！啊，很感动，你们听得很感动，也没有软化我的心呐，对不对？我太太
2004年，20年前了，3月27吧，327，他在真爱教会受洗。他本来是百利读书会啊，读册、读经册、读到尾啊，因拢信主。所以呢，他们是在真爱教会来受洗。20年，他过基督教的生活，我过蒙蒙妙妙的生活。他有时候会祷告，有时候他会看那个 Good News， 你的礼拜天就转那个 David 的 Good News， 很大声啊！我是在看棒球、篮球啊、职棒啊。他说不要看棒球啦，听一下啊。所以呢，他也在跟我传福音呢，对不对？他的传福音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我又错过了。我们百利教会的创办人，也就是真守长老，他今天身体也不太舒服，他没有来。那我们也是赐他平安。结果呢，他对我很好，经常跟我传福音，基本上来吃饭，经常送水果来。他的百利那个大楼还楼下让我做立法委员服务处，还各边挤，有没有？对我那么好，不断的传我福音，我还是软弱不相信，坚强也不相信，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直到去年2023年1月4号，我元旦放完假，再拎个公司包到我台中的办公室要上班。哎呀，不得了！我一进办公室，8个彪形大汉，楼下还有4位，总共12位。来哦，手机啊没收，电脑没收，翻箱倒柜。我13个员工吓死了，第一次遇到。我说你们要这样说到干嘛？说我什么犯了国家安全法，我那个帽子老大国安法，然后又带我去到我住的地方搜查，又到我家翻箱倒柜，哇，保险柜开不开？我根本就没有在开保险柜，我太太，我一直搞骂13个人安尼。把阮兜所有物件收搭到寸草不留，除了铜板没有柴而已。所以呢，我就莫名其妙进到了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局，经过10个小时的这个盘问，在晚上送我到高雄地检署，落叶侦讯。晚上12点45分，宣告我这个要收押禁见。我呼天抢地，没有办法。隔天才有开庭，我都没有带任何东西，就躺在地检署的地板上，一夜没睡到天亮。天亮以后，斗大的新闻都出来了。史上最大空谍案罗志明怎样一大堆结果呢，3位法官看了12年的事情，12当前的代志，带球队到珠海打球，做赢的球队。结果呢，法官说12年了，10年了，你的证据早就应该有了。所以把我放出来，19天的日子，我也是有机会相信神因为我没有相信神，才会进到这里来，我又出去了。我太太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来信主？19天以后，过年的小年夜那天
差不多8度，7、8度。我又被抗告成功，再到了燕巢的看守所。那天，所有的身体的东西、衣服都被扒光，穿着囚犯的衣服进到了我的房间。那时就我一个人，温度是8度，一领洗啊被无枕头，拄着过年没有医生。那一个晚上，小年夜想也想不通，结果我差一点晕倒。那个狱卒啊，管理员真牛，高血压219，低血压117啊，还108呢，差点爆掉啊！人生第一次啊，就过来就大年夜，也都没有睡，想家人，看能不能回去过年。结果突然天亮了，大年夜天亮就是农历的过年。怕财狱卒啊，打菜的那个我们叫杂役，就是服刑的那些弟兄啊。有一个弟兄打菜的时候，这个盘子下面递了一本黑色的书进来，这大大的呢，因为我是不能收书籍，不能看书，不能看手上的那个电视啊。只能看着这个四面墙那个小小的窗子。他送进来，后来我一看，烫金的圣经。我讲我家6、7本呢。我岳母受洗，那能上1、2、3本；我太太受洗，有个2、3本、3、4本。那全部堆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去翻过。今天看到了这本圣经，我好像看到了世界的光明一样呢。没册嘛，第一本册啊，我开始翻。前面我一个博士，一个教授，读那么多书，前面我看不下，什么创世纪啦。民数记啊，历代王记啊，哇，这个王啊，那个军啊，那个民啊，那个军队啊，讲一大堆，没办法。后来我翻一翻，翻到诗篇了。所以今天选择跟你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诗篇。我读了诗篇150篇，差不多98%。都是大卫受苦，大卫遇到困难，大卫被敌人追杀，他所写的诗，我读起来跟我的遭遇差不多。我说这个圣经真好啊！为什么以前大卫就知道他写出我的心境？我被捆绑，我被死亡的王缠住，对不对？我被水淹没。我咳到没办法，快死掉。这样的求告主，我今天才知道，圣经这么的伟大。好，结果呢，突然因为我们是遇到疫情了，那时候疫情，有一个跟我一起的弟兄一出去，就要被隔离，又再换一个弟兄进来。我在142天经历了13位不同的犯人，不同的罪行的犯人。我先讲第一个跟我在一起的，他现在我要叫他黄龙弟兄了。他进来以后，他这个手臂比我的腿还粗呢。恰灵恰风呢，刺龙哇！我说我之前惨嘛呢，他又阴沉不讲话，他进来他阴沉不讲话。后来
我也就拿圣经，我也故意读出声音，他眼睛为之一亮呢，真的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在东港过下面那个承包商，结果呢，他跟他吵架，拿起一个铁条丢下去，头就破掉呢。他是杀人犯了，知道吗？哇，这杀人犯我惊啊，对吧？结果呢，我发觉他可以读书。他说他妈妈是慈济人，啊，他一个女儿，他太太自从他进来以后，一直吵着跟他要离婚，越南的太太。我说，你妈妈86岁，你很想她，啊无，我来帮恁妈妈祷告。我更唔敢甲帮伊祷告，先帮你妈妈祷告。后来祷告以后，他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又帮他祷告，然后念圣经给他听，他才讲出他是一个过失杀人的杀人犯，他去自首，自己自首。结果呢，为什么介绍这个弟兄？他3进3出啊，他可以收那个圣经啊，你知道吗？我很经典呢，我在那个法院一审的时候，我跟那法官抗议耶，我说宪法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为什么你们不可给我看圣经，不可给我收那个荒漠感钱？抗议无效，结果呢，我太太就寄一本那个荒漠甘泉和每日活水给他，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黄龙先生能不能再进到我的房间，伊来甲荒漠甘泉，会甲这个每日活水提出来给我，我就会得到了灵粮啊，灵粮你知道？以前不知道信主以后才知道灵粮啊，食物不重要，灵粮很重要。结果真的祷告有效呢，有一天进来了，棉被内底也有一本荒漠甘泉，一本每日活水，知道吗？主要给我灵粮，想尽办法，这样搬来搬去，搬到我家来，知道吗？所以荒漠甘泉我读了3遍，每日那个活水，我每天读，靠着窗户读，从萨摩尔记一直读。我今天才知道，我是有灵命的人啊！主真的是要拣选我啊！结果黄龙弟兄，我6月9号出来不久，我已经信主了，好像9月多他出来了，拍电话我，我就给诈骗集团，没有显示电话姓名，我接了，他说黄龙弟兄，你在哪里？我说好，你到我家前面，我请你吃西餐。你知道吗？你摕一本册起来，你册内底拢抄圣经，抄很多的祷告文。你说我现在都在祷告，安尼。然后呢，他就叫我吃完饭带他到牛牧师那边。你讲你要信主，他要受洗，阿妹啊！我也不晓得我在监狱里头，我还没信主，也传了一个果子啊！我真的传了一个果子。他在我们真爱教会2个月，后来他认罪协商嘛，判了7年。他带着圣经，带着荒漠甘泉，带着主满满的祝福，现在在大寮监狱。我们希望他能够参加这些监狱里面有一个教会啊，希望他能够在那边永远的信靠主。
他家出来以后，他也会成为我们信靠主、传福音的弟兄，因为他灵命很好。运气无介好呢，第二个礼拜又个是一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更恐怖了，就是震撼金师傅的菜市场，他那个卖肉的用一支刀子把他的女朋友刺了13刀，刺了6刀，又追到马路，再补7刀，非常的残忍惨状。他进到我房间来，因为他进来是下午，他不讲话，我还是读我的圣经。结果当天的晚上，我们都是9点就熄灯啊。12点，然后1点、12点，我唔知啊，未记得，唔知，那在监狱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困呢，拍，把我扭起来，扭起来啊！我讲是不是要杀我嘞？这里没有刀子哦。就他说啊，他的女朋友给他痛，一直给他弄安尼噩梦啊，他没办法睡。你陪我好不好？我陪你陪到天亮，我就完蛋了，对不对？哎呦，我才知道，我说你女朋友长得怎样？他说满脸是血啊。我就开始读那个诗篇给他听了，然后又帮他祷告。我说主会下面你无罪，这种假念啊。那主哪有可能下一胎死人无罪呢？啊！但是呢，你听嘛是真欢喜的，伊嘛知有罪了。所以，我经过了这个杀人犯，我才知道说，没有那本圣经，他没有那本圣经，我没有用圣经当做镇定剂给他吃，我那天晚上怎么能够在主的陪伴，这个平静安稳的睡到天亮呢？阿们。圣经就像一个镇定剂啊，驯服他的心。那困到天光昏了呢，然后隔天以后，他开始说他的案情了，我才知道哇，这么的凄惨。没有多久，他被开庭又出去了。第三个，我讲第三个进来，第三个进到我房间了。哦，比臭鸡蛋还臭，比厕所没冲洗还臭。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臭？进来以后，我说那么臭，他说他3天没有洗澡。我妹妹3天没有洗澡，我说你怎么没有洗澡啊？伊讲因兜的人无人甲伊买衫裤，因太太请你嘛，伊无钱。入来，我较紧，踮咧电话，阮太太加要过来领我顶互伊穿，互伊穿哦，伊烫定个徛咧身躯啊，洗了，我叫伊洗衫，伊讲伊困袂落，讲叫我帮伊洗衫，我当时个伫内底变做菲佣啊，你知毋知？伊困袂落，伊个膝盖受伤，吃完饭。换我一丢，我还帮伊洗碗池呢。我伫阮兜，除了即摆家己洗碗池，也无拢阮太太、阮连大红在洗。我过安尼生活无要紧，伊呢，我都哭咧免爽。伊拢徛伫即个小小的地板的洗脸的地方，洗身体洗的地方。伊徛咧放尿啊！伊哭诶咧，尿拢扑到我枕头，伊枕头就黏伫即个浴室啊！我枕头臭油化味啊！哦，
你无要紧，隔天早上咧食早顿，我先做祈祷，祈祷了饭一捧来，伊脚一踏哩，我的饭飞去天顶。我那天早上没得吃啊，他得到了癫痫症啊！他那天早上发作啊，我好惊死啊！皮皮抓口吐白沫，脚一踢，我的饭都不见了。真的呢，我才知道他得了癫痫症。有一次又去出庭回来，他可能那个检察官对他很凶，他进来。就一踢啊，人就倒下去了。我给他好心留一碗饭给他，菜踢走了，踢到了棉被里面。所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才是瞎子，啊，眼瞎，按摩。他的大女儿被他性侵以后，先送到了社会局。在救助当中，他被判了刑，又再犯第二个女儿。哎呦，我说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祷告，我为他祷告啊，希望主能够怜悯他，希望主能够让他悔改。我给读圣经给伊，伊都爱唱，大声开始朗诵圣经啊！伊跟我说：“你们徛坐落啊！哦，我这是要敬拜诗歌来徛来哈，坐落啊，因为撞到就会死掉啊。所以呢，后来没有第5天就被接出去了。那一本圣经解决了我可以平安的、喜乐的吃饭啦，无饭哦，他干我死嘅。”你知道吗？所以那一份平安喜乐也来自的圣经，阿们。好，第4个是一个车手，我13个里面，我经历了6个诈骗集团，他们怎么诈骗都有讲给我听的，所以我现在抓诈骗集团，应该警察局可以派我去啊。这个是19岁，19岁，我要指你19岁，伊是负责去领钱的。伊甲义大饭店租起来，走咧下骹，排一个包仔领钱。伊讲伊的册包内底有4种的衫裤，4种的帽仔，每领一届就换一届，每领一届换一届。结果呢？伊有一摆咧领的时，伊的包包掉在厕所，伊有洗便所我上，捡着甲摕去警察局，伊怎有领钱？哎呦，我讲你是安怎？讲一个月当领8万，啊？好，对不起啊，因为上一场他们叫我讲台语啊，你们要知道啊，我是很纯正的客家人啊，我刚刚挤了50分钟的台语啊，好，那我讲国语，教书都讲国语，他每领一次钱。就换一个服装，后来被警察抓到就进来。我说你19岁，为什么要干这事呢？他说他就是做一次可以领8万块。我说我帮你祷告，希望你出去以后你年纪轻轻，你不要再做了。我念了这几段圣经给他听了，真的给他听。他听不懂了，他19岁，他血气方刚。那我希望他出去，能够不要再坏。我也帮他祷告，希望他出去不要再被人家利用。这个是一个。
刚刚我讲过了，我1月3号，2023年被8个调查局的抓到调查局。你知道吗？上帝后来怎么安排？我最后142天，最后的10天，上帝给我送进来一位调查局的副主任。你看，我吓一跳呢。他信主20年，为了一只跟毒枭的手机进到了这里面来。他带我做礼拜啊，那小小的窗户，坐地啊，然后唱诗歌呢，还有敬拜呢，还有当牧师讲圣经给我听呢。我就问他：“你是不是牧师啊？”他不是，他说他不是牧师，但是很虔诚。他跪着，我是坐着祷告，我是每3章祷告，坐着祷告，他是跪着祷告。我祷告3分钟，他祷告30分钟啊，真的啊。那么虔诚的一位弟兄，你们过去办我的这位弟兄，你也进来给我传福音啊。阿们啊，真的。然后呢，他引用的很多的那个经文啊，像民数记，他说祭祀的动物的血啊不能引用，对不对？他又讲那个保罗的这个的说辞，他建立什么最多，你知道吗？3餐至少有2餐，就是那猪血米呀，不然鸭血米呀。我看他都不吃，我怎么敢吃啊？他不吃，我这样吃，搞不搞上帝不会让我出去呢？我也没有吃，所以你知道我出来以后，我31公斤了，67.5变成61.5，对吧？所以后来我才来看的圣经，确实有这一回事。那他这样一位天子的弟兄，有一天晚上，他真的禁食祷告呢？为什么？他的律师要帮他进行抗告。他禁食祷告没有吃饭，我说你会饿死哦。结果呢，10点多被请出去，到桥头地院开庭，说抗告成功。结果呢，法官在开庭，2点多又把他带进来。我那天晚上帮他祷告，但是我也很怕，因为我的斜对面的那个广场，就是枪击死刑犯的广场，正太局也在那边被枪击。晚上都有那个狗在叫的声音啊，你没有睡着，你就睡不着，知道吗？后来呢，2点以后，含着眼泪又进到我的牢房来。后来我在6月9号出去以后，开庭出去，知道要出去了，20几要出来，结果呢，他跟着了后面，1个礼拜后他也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主怎么安排，把我羁押送到地检署的调查局，他选择了一个副主任，是20年信主的弟兄进来感化我，传福音，服侍我，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拣选了我，阿们。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好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要怎么把苦难化成喜悦？要把怎么把苦难化成祝福？我这里有看到几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在约伯记最早的一个经文，约伯记5章7节，
他说：“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火星飞腾。”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33节，他说道：“他说呢，在世的你们必有苦难。”我最尊敬的保罗，他也在这个使徒这个记里面讲，使徒行传，他讲啊，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也有许多的艰难。这3个经文都说我们会苦难。好，我不是出来以后跟我太太马上我说受洗嘛，7月16号，去年我就被主那个引领了，我受洗了。我每天那个线上读经3篇，你们1天1篇，生命发光。我1天读3篇，我的生命光啊，光照。我还教我的弟兄姐妹要读圣经，没有读的白桃姐妹，我还跟她个别谈话。后来她也读圣经了。因为没有这个圣经，我怎么度过142天的日子？我怎么有机会认识主？我怎么从苦难中走过来？所以你看，上帝拣选了我们，有时候用了20年的时间，有时候在一夕之间让我信了主。没有信主的楼上有一些那个朋友，你们不要像我那么辛苦，20年要关142天的冤狱，你们也有苦难。明天赶快找牧师，我要受洗。我1审4个月无罪，2审8个月，还6个月无罪。所有的审判我1审2审无罪，就要定谳了，对不对？我说我那么的虔诚，我是信无小子，我还传福音。今天有2个果子也到这里来啊，一个就郭银社姐妹，一个就张光雄弟兄，这是我结的果子。我每天到教会祷告，我都比人家早10分钟到教会，低头闭眼睛，听不见任何东西。你打我的头，我也不会理，我一直跟主祷告。我把冤屈祷告给主知道，主是信实的主，只是公义的主，只是进行公平审判的主。他让我1审2审无罪。我开始用力的见证分享，在我们的教会满，整个那个百利文教基金会那个满。结果呢，我分享完以后，4月9号，律师明明就给我说我无罪定谳了，这个检察官又把我送到最高法院。我想他一定没有信主啦，哪有那么僵硬的？因为要违法宪法的判决才可以。这样，我6个月，4月9号收到之后，又送到最高法院，晴天霹雳。我信主信得那么虔诚，那么敬虔，那么努力，我天天读圣经。主啊，你为什么不怜悯我？我当场真的爆掉。我被送到大同医院急诊室，开始吊点滴。我太太在台北，打电话给李香姐，我们项目室的朋友，赶到医院，在我点滴的面前祷告15分钟啊！
还有读圣经，一直祷告。点滴掉完以后，祷告，我又变得刚强。我不相信主，我不相信主一定要抛弃我。我经过了6个月漫长的岁月，有没有苦难？有苦难，但是我仍然相信定睛唯一的神。我要信靠他。这漫长的1年半的时间，我是屏东同乡会理事长，我很多的那个同乡会的人都跑来关心我，说要拿我的衣服，说要去过火，道教的过火，还有说我带你到，我说我这个衣服是名牌的，不能偷，我没有给他。有一个要带我到那个西子湾上面，我要拍上面，说那个庙、那个道、那个算命的很灵。我说我被关到膝盖发炎，我爬不上去。我仍然坚定的不相信。还有2个人跑来找我，我们的5副理事长，我一关得我跟黑关了，我在一关上给你那个上了院，你现在要跟我回去还愿。我说我信主又没有在拜拜了，还愿你去还就好啊，对吧？我坚不去，所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定睛于神，我就相信唯一的真神，我们主基督耶稣。漫长的6个月，透过祷告，我参加了恩典小组。今天我们一半的人在做高雄做主日礼拜，一半的跟着我来那个献诗。我在委身在他们里面，我的忧虑不见了，我的烦恼不见了，我的痛苦不见了，因为小组的力量给我满满的祝福，带给我满满的喜乐，带给我跟主在一起的喜乐。这样，我度过了6个月。有一天，我们长老说10月10号，在丽珍饭店，要叫我再见证。说你讲得很好，你再讲一次。我3审未定，切身为民，你叫我要去见证，我力道一定不够。你知道那天晚上，就开始电视媒体报说我被3审，非常罕见。我快昏倒，求告神了。我说我明天要见证，主啊，你真的怜悯我吗？你要让我完成这个见证吗？因为我家万一被判罪，我的见证失去了力量。主啊，你要给我力量。主啊，我要刚强壮胆啊！你知道，觉不觉10月9号傍晚5点，律师传来的信息，我3审5个法官判决无罪定谳。我现在整个祷告词都改了，都是主你的大能，我要感谢你，赞美你，你把我从深渊带出来，你把我从捆绑当中把我松开所有的枷锁。所以10月10号，我在主的见证之下，完成了第2场的这个分享。这一场，我为什么跟夏牧师谈了很久？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到我能不能到富强教会来见证分享2场。主啊，我很渴望，真的10月9号，
我3审定验，通通无罪。我今天才能够到这边来跟你们做这个见证分享。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你信靠了主，你主钉在十字架来为我们赎罪，赦免我们。我们有苦难，信主以后，那些义人也是有苦难，我们仍要努力的服侍。还写在圣经里面说，不是主说啊，不是你们选拣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们当为葡萄树结果子，这个果子也要永远的保存。所以呢，我现在努力的传福音。我在小组，我都至少邀请3个4个 best 来。我努力的传福音，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我，我已经为主所用的罗志明了。我们感谢主，让我经历这么的痛苦，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陪我走到今天，我感谢他们。今天他们跟我来，他们说，我们都陪你走那么久了，这么早开车来，我们要帮你做这个结束的这样的献诗。那我现在一个介绍我们今天的诗情就是我们正在教的诗情，卢珍老师。我们加百利小组的尹明组长到前面来啊！然后呢，看到我们肉音姐姐妹，还有慧玲，还有郭银色姐妹还有张光雄医师弟兄，还有刘国彦弟兄，还有志林弟兄。那今天陪我来的还有侯淑淑美跟她的老公 Michael， 站起来。她老公还在外面游走，可能要马上信主。今天还有司机叫黄明贵，在哪里？好，他还没有信主，他可能要带他妈妈会一起来信主。鼓掌一下。好，最后这个图片上3个人物，我有那个项目师说，他们能不能来啊？我太太儿子他们在台北工作，他们今天搭高铁下来。我太太王品惠姐妹，她2004年3月27号信主，20年。我儿子今年的3月9号，圣灵感动，爸爸的见证被感动，他在我们的 Hope Church 台北这个希望教会也受洗信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现在唱这一首《奇异恩典》，来做回应诗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
主啊，感谢你的奇异恩典，如此的甘甜。主啊，你拯救了像我这样无助的人。我曾迷失，不认识你，如今我被找回。我曾盲目，看见了你，又没有看见。主啊，你的恩典叫我心存敬畏。主啊，你的恩典减轻了我心中恐惧。主啊，你的恩典的出现是何等的珍贵！那是我第一次相信你的时刻。我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试探、冤屈、辛苦和软弱。我已经靠着你的恩典跨越一切，我获救，我走了过来。主啊，你的恩典保全我的刚强至今。主啊，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许多危险失恋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跟引导我归家。将来新年，山途欢聚，恩望爱意见面，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望那日快现。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望那日快现。阿们。我们谢谢罗志明弟兄，还有我们真爱教会的恩典小组，唱这首美丽的诗歌。奇恩典的作者当初也是在监狱里面受到很大的痛苦。罗志明弟兄呢，他在他的这个文案当中有特别提到了一首诗歌，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敬拜团所带领我们唱的这一首《何等恩典》。我们要借由这首诗歌来感谢神的照顾恩典，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个内容太精彩了，所以我要请执事，请我们的执事现在就拿奉献袋，我们一边坐着唱这首诗歌来回应，那一边收奉献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感动来唱这首诗歌《何等恩典》，来唱回应诗，来，一起来，用敬拜团也可以带来唱。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眼前，走这之间，真的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病，你的名配得受。我们站起来再唱一次，来，你的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尊贵，你常冠，这充满赞美。我们来祷告，也来做奉献的祷告。切父神，感谢你，主啊，你真是奇妙的真神。你带领罗志明弟兄，在经过人生很多风光的时刻，他没有认识你，但是他当进到监狱里面，遇到许许多多从没见过的苦难的时候，主啊，你打开了他的心，他以前所经历的一幕一幕带到他的眼前，藉由一本圣经，所有的亮光都照映在他人生的生命上面。主，我们感谢你，这一个重生的生命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虽然他受洗只有1年多，但是他的生命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受感动跟学习。主啊，愿今天所有听到这些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 base 的心中受感动，不要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认识主，就在我们能够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一生要走在恩典的上面。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主，我们现在用我们身上所领受的金钱来奉献给主，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你悦纳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奉献。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我们请坐。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等一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之后就要结束我们先请我们的诗会来做一个会务的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本页的经句，是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我们一起用华语的来恭诵2次。开始，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10节，再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0章10节，我们来报告。我们周报的第2页有下个礼拜的事工的同工，请大家留意。特别我们的司礼是由杨胜吉执事。第3页的一些信息，请大家一起来浏览。还有我们公告上周我们改选的长职有3位，有长老有2位，执事有3位。长老是高林清，还有谢成佑长老。执事是廖秋平以及张子然与龚寿文。第4点，我们为了迎接50禧年，我们有凝聚了一个庆典筹备的委员会，还有为了我们的各项纪念还有事工来做准备。我们还有一些软硬体的提升要做来奉献给上帝。二来我们奉献这个有一个
专款请大家一起来付出，大家都是有这个责任不论金额多少，请大家共同来参与奉献。第5点，代祷团有21天的禁食祷告，是为了我们 BEST 的他们能够来信主的相关的时间还有内容，请大家到1楼公布栏去填写，来认养你的祷告时段。我们呢为我们的 BEST 能够没有排除一些障碍，来领受他的恩典，为他们来祷告。还有第7点，我们下礼拜为了幸福小组为激励的分享会，时间定于下礼拜的2点半到5点，在我们3楼的副堂里边举行，请组长、区长、副长他们来邀请相关的同工来参与，会诊到秀管干事那边来报名。近期的事工，请大家留意哈。还有我们一件，我们第6页有一个丧事的关怀，是我们秀凤姐妹她的母亲郭成秋妹，老夫人她于10月25号安息别世，我们求主来安慰、擦去他们家族的忧伤和眼泪。一切的仪式都能够顺利还有我们下个礼拜有打预防针的一个服务，是流感和新冠疫苗的服务请大家记得带健保卡，50岁以上的免费，来有意愿的如果还有我们奉献的内容如果有出入了，可以向维斯干事那边提出更正。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耽误点时间了哈，我再一次呢要代表教会来谢谢我们的罗志明教授罗志明弟兄来我们这边见证，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他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们也特别再一次他们今天一共有19个，再加2个好朋友，我们的徐议员哈，哇，拢总21个来哈，我们来一起，请你们站起来，我们的真爱教会小组都起来好不好？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还有朋友罗志明弟兄的朋友都来哈，好，谢谢，请坐，请坐。因足辛苦哈，他们在早上8点多就到了，一直持续这个聚会到现在哈，听说他们等一下要邀好要去安平吃台南的小吃啦，希望能够补足你们的体力真的谢谢他们来我们呢还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好，马继新弟兄在哪边？马弟兄，刚刚离开冯继新，对不起，冯继新弟兄，欢迎你，欢迎你。再来是蔡明正弟兄，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再来就是谢秀春姐妹，欢迎你来这边哈。再来就是尤恒安弟兄在哪边？来，欢迎你。我们还有很多位BEST的，在之前好几个礼拜都来过了哈真的借由我们罗志明弟兄他的见证，我期待大家开始在考虑说，我是不是要决志受洗的时候，你就当下立下决定说，这是真实的神的恩典、救主的恩典救赎我，能够赶快签你们的受洗卡来参加，来加入我们这个教会的大行列神的恩典。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真爱教会的恩典小组，其实牧师要再做一点补充了刚刚罗志明弟兄在介绍说，这个教会它其实最早是由我们那个高雄很出名的百利建设董事长就是叫邱礼珍所长老，他原先是在我们长老教会的一间民族教会的长老，足热心的传福音，他想说，他借由他的
一个关怀，办一个读书会，我邀请在高雄很多，要讲的是讲很有名望的，或是在社会地位非常高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来，用办读书会的方式来演讲啊，传福音给他们。后来他们就真的成立了真爱教会所以底因这个教会里面呢每一个都是哇。有非常棒的经历而且他们都很谦卑、热心传福音，所以今天他们特别一个团队来到我们当中，这也是给我们互相教会的小组很大的学习。我们也要学他们一样要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团队的服事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真的谢谢他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牧师的补充刚刚已经报告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庆生会来做一个祝福，然后才结束。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诗歌。结束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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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准备来做庆生会默祷。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2堂礼拜大家很热烈来回应我们今天要为11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好吗？再一次，我们再唱一次祝福的诗歌，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歌。今天是夏牧师生日，我们请夏牧师来吹蜡烛。刚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啦好，太好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代表吹蜡烛，请夏牧吹蜡烛。那你要为自己跟众人祷告。好吧，我们也一起来祝福祷告，好不好？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10月份的寿星一起经历大家唱诗歌祝福、代祷祝福，我们心中满满的感动。愿神赐福每一位寿星，从你得到属天的灵粮，从你得到激励跟信心，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也让我们在工作、生活、家庭、健康以及儿女方面，每一样都被神所保守。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在生活岗位也能够得神恩典大大的能力，也能随时为主做见证。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在社会、在家庭、在生活都得神的祝福。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结束回家的路程都平安。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给隔壁祝福，愿你平安，谢谢。不好意思，有一点补充我们在礼拜11点要做礼拜的时候，有人掉了钱在我们的放牛皮带那个奉献柜，就是楼梯口是3楼楼梯到4楼地板这个地方。